劳凯利被控性侵4名女性，其中3人未成年，1人受害时年仅14岁。法官莱克 John Fitzgerald like Jr. 提出保释条件时，下令劳凯利不得接触任何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，也不得与任何受害者或目击者接触。当局也要求劳凯利交出他的护照。检方表示，影像画面显示劳凯利持续与当时年仅14岁的受害者发生性行为，从另一名受害者衣服上采集到的 DNA 也证实与劳凯利相符。根据初步检验，受害者身上遗留的精液似乎也出自劳凯利。检察官福克斯 Kimberly Fox 说，身份未公开的目击者提供的影像画面显示，劳凯利不断与年龄最小的受害者发生性关系。福克斯说，影片中的受害者持续不断地表示他只有14岁。福克斯说，劳凯利在另一名受害者的16岁生日派对上与他相识，意味他显然知道他的年龄。福克斯说，两人在生日派对后又见了几次面。劳凯利还给这名受害者一个装了不少钱的信封。现年52岁的劳凯利被控犯下首起案件时为31岁。福克斯说，在另一起案件中，劳凯利向一名24岁发型设计师预约编发，设计师独自在房间内等待劳凯利。劳凯利进房间时拉下裤子，还把这名设计师的头部强压向他的属膝部。福克斯说，他虽极力抵抗，但劳凯利后来不仅把精液射在他身上，还朝他的脸吐了几次口水。检方说，根据伊利诺州警方检验，他衣服上的 DNA 与劳凯利相符。尽管法官裁定保释金为100万美元，劳凯利只需支付1/10的金额或10万美元即可被放出拘留所。劳凯利下回预计在3月8日出庭，届时将有机会提出抗辩。中央社。